今次想同大家介紹嘅係 Cybionics GS3 血糖機，佢嘅設計係全球最薄，厚度僅僅係2.9mm， 體積仲細過一個銀仔。安裝方便，佩戴近乎冇感覺，一個可以連續14日使用，唔需要經常換機。IP38 高效防水功能，可以喺1米水深使用1小時，即使沖涼定係游水都可以正常運作。一體式嘅感應器，只需要連接電話 Apps 就會自動連接 data， 仲有完善嘅警報設定同埋充足嘅提示音量。最緊要係可以配合電話 Apps 使用，只要 download Cybionics GS3 Apps， 佢係專為血糖管理而設計嘅綜合應用程式，能夠顯示即時血糖數據，發出警報並匯出詳細嘅報告。只要喺手臂安裝之後，用電話嘟一嘟血糖機，又或者嘟翻包裝盒上面嘅 QR code 就會連接得到，超級方便。大家睇到我同陳強阿 Boo 分別安裝嘅過程咧，都係超級簡單同方便嘅。只要配合埋每日嘅飲食記錄，每次食飯前後都會見到相關嘅升幅，咁就更加容易監察到自己嘅血糖變化。有興趣嘅話，去翻上健維佳官網或者門市購買啦。